已经解除封锁了，华人除了有国际包机，即嘛要推动邮轮的观光，像外国的邮轮嘛来华人港停靠哦。今仔就有一只来自澳洲的邮轮停伫华人港，嘛有予游客去华人观光佚佗。宣布保险加好一套早是慢慢驶入去华人港，港公司安排原住民传统舞来欢迎。来看这只邮轮才5516栋，旅客拢是高端的消费群。各一面至少爱代表17,000，船顶拢有只送船，会当带旅客去小岛佚佗。这一艘因为是非常高端的邮轮呢，它的旅客人数只有75位。那他们预计呢，花1天的时间呢，主要是在太鲁阁国家公园里面进行旅游的行程。港公司强调讲，这是112年3月复航了后第6只到华人港的国际邮轮，目前已经有11705个人入境，日到还有一只挪威的保照号要入港，暗算带2200个旅客来。华人官府嘛在拓展国际包机。我们从今年4月28号越南到花莲的第一架国际直航包机之后，分别在7月6号、7月28号以及10月21号，又迎来了3架从泰国到花莲的国际直航包机，都是班班满座。根据县政府的资料，今年的国际包机差不多有600人次，明年会继续争取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这国际包机的业务。港公司是强调讲，明年会有11只国际邮轮到华人港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